我小时候在台中大里仁化村长大，我家是三合院，农田也有无甲地，种有稻米、玉米、地瓜、烟草等等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农作物。小时候，长辈都是下田耕作，我们几个负责牵牛到附近除草，另外在烟草收成的季节，我们要戴头巾遮口鼻啦，泼烟草的叶子，剥一剥啊，白白的安尼一块一块粉果啊，爱摕入去内底烘，若焦，就爱总摕出来，爱搁装规件，才收起放。若粉仔期若到的时，爱人爱拣粉仔，爱乌的爱滤掉，也是加刀加条，黄的流泪安尼，水的流泪。